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路得记第1章第6节到18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。咱讲到着祝福、蒙福，咱亲像耳仔边就响起这个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教示，有关这个八福的教导。耶稣基督有讲几啊摆，讲什么人安尼有福气啊？到底怎样的人会当蒙福得到福气？咱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到12节来看耶稣基督所讲蒙福的几个原则。伊讲谦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伊讲哀求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安慰。伊去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伊去讲咬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。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为着义受困逼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人若因为我来赂骂恁、逼迫恁、捏造逐样的歹话来诽谤恁，恁就有福气。应该爱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。伫恁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安尼困逼因。伫昨昏咱也讲到路得的承诺，伊守着伊的约，也互伊家己得到上帝信息、上帝的这个祝福。诚做这个农田主人波阿斯的太太，毋但安尼，又搁诚做上帝救恩计划中真重要的人。因为圣经记载伊的囝就是大卫王的阿公俄米德。伫圣经的记载顶讲，因为安尼，波阿斯带着路得甲伊同房，上帝赐福互伊，伊就怀孕，生一个囝。城内妇人人拢对拿俄米讲：俄罗上帝，伊今仔日互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。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中间有声望。你的新妇爱你，伊为你所做的比7个囝所做的更较济。现在伊甲你生一个囝，一个孙，这个孙将来要带互你新的活命，互你来安享这个晚年。那俄米接过这个囡仔，就抱安安来抚养伊。厝边的妇人人拢将这个囡仔号名叫做俄米德。因用3钱甲每一个人讲，那俄米得到一个后生啊。俄米德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就是大卫王的老爸。咱知影，不但路得诚做蒙恩得福的人，伊的大家那俄米嘛对安尼自称这个马拉，就是歹命苦，变成做一个得到一个囝的这个阿嬷。那照希伯来文的语言来看，囝甲孙其实是同一个字啦吼。因为路得的表现就亲像
山顶假使讲咬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拔祝。那阿美的表现也亲像一个山顶的教师，山上保分，讲人民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人民。因嘛是拢互人和平的人，因嘛拢非常的温柔，因为安尼因拢得到上帝的欢喜甲祝福。彼得提醒末后世代的基督徒讲：既然这个一切拢安尼来毁灭，恁就应该爱做倒一款人呢？恁应该爱过着圣洁、虔诚的生活，听候上帝的日子，尽力来加速伊的临到。伫迄日，这天要受着毁坏，天体伫烈火的中间要来烧扬。所以末后的基督徒就好像亲像被领以色列人共款，伫咧听候上帝祝福，互因会当转来到故乡整理家园，重建新天新地。也亲像圣经的提醒甲教导，基督徒应该爱回转，甲上帝和好，那安尼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彼得甲基督徒安尼劝勉讲，但是咱伫咧听候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地，伫咧遐正义常常伫咧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既然恁听候迄个日子，就应该伫上帝面头前努力追求圣洁，过一个无通指责的生活，就爱甲伊和好，就爱用咱的主的容允，成做恁得救的机会。亲像咱亲爱兄弟保罗用上帝所赏赐的智慧写批劝勉恁一样，伊伫所有的书信内底拢有讲到这项代志。伊伫批的中间检采有歹了解的所在，互遐无知甲反复无常的人随便来扭曲。就亲像因来曲解其他的经文一样，结果呢是自取灭亡。但是亲爱的朋友啊，恁已经先知影这个事，就应该爱防备，免得互遐个歹人用荒谬的言论将恁带入去歪路。互恁离开稳固的立场，恁就爱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以及对伊的人脉顶悬，继续来忠贞，愿荣耀归伫伊，对现在一直到伫永远。阿们。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愿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伊赐食物予夭饿的人，上主讨饭受关家的人，上主互失眠会看见，上主扶起迄个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。伊互歹人的路袂通，上主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
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应允，就算阮因为软弱来离开真道，主犹原应允要赏赐救恩。阮愿意来回转来응你，也恳求上帝继续来带领，保守阮行头前的正路，互阮来得救蒙福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